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香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昨昏的本土病例高创下新高，超过85000例，中重症有183例，各有41个人死亡。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上严重的时阵还未到位，后礼拜就准备进入疫情的高峰期。疫情指挥中心嘛提醒民众，确诊者去填自主回报系统的时，资料一定要写好对，卫生单位才方便做后续的处理。本土新冠疫情各创下新高，单日新增加85310件确诊个案，其中新北市27000多例，台北市12000多例，桃园有9600多例。确诊死亡个案新增加41例，重症增加153人，重症30人。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长期增加，不过也未到最高峰。我还是觉得这85000还是没有到达我们的最后的顶端的哈，它还是持续在发展一阵子。台湾就是一个一日生活圈。那最后大致上大家的染疫的情况，或或少少都会相同。指挥中心分析，根据健保资料，16礼拜一，国内 PCR 采检量来到新高点，有112,900多件，阳性率66.7%，甲进前差不多。采检量增加，主要是北部有新设的大型采检站，中南部疫情即嘛较济。看全台湾目前专责病房甲负压病房，空床数也有6037床，口服药嘛持续在采买。这个吸回当然是我们有新购的了哈，那到的时候跟大家讲，但我们会尽量把药物到了，我们尽量赶快把它配下去，让大家在开药使用能够更方便。因为快速的用药也是我们这段时间里面重要的一个政策。有台北市议员质疑双北感染死亡的火化数量，甲中央公布的数字未下，认为有算无对的。指挥中心回应，民众处对死亡的定义有一定的规范。指挥中心这边对确诊个案，为确诊到死亡，拢按照天数判断。不会有盖牌的问题，好，那当然我们的认定的判定都是非常的严谨来做。那台湾对于 COVID-19 的死亡算是判定，算在各国里面我们算是比较宽松的。另外，对于本土疫情持续清悬，民众家己降低活动。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看疫情发展比较较早的国家，拢是为对确诊接触者的放零管理，走向确诊者放零管理，到尾再自主管理。台湾目前嘛是往这个方向，一步一步走向甲病毒共存。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本土病例数上济，行政流程做袂起啊。基层甲卫生单位即马是无用试试，有一寡民众担保隔离通知书，但甲火大，但甲去配面，就冲去卫生所对工作人员批配叫。卫生所总共有拄到这款状况，一般拢会报警察。亲像永和的卫生所，最近这1礼拜已经报警察6、7届啊。没有就没有了，可是他们坚持要排。卫生所的人员向警方解释现场的情形。后尾排就已经分完无啊，不过民众依然坚持要继续排队。这种情形唔那是外口，柜台内面也常常有民众因为无收到隔离通知单，或者是估计单内容有错误，就骂工作人员。那我们最近呢，有几个卫生所呢，都碰到有民众，因为有情绪失控，所以甚至呢有追着我们的承办人员，那语带威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卫生所都只能启动警方保护。新北卫生局长陈润秋讲，民众家己写疫调，一直到分隔离通知单的系统成功率是7成到8成，所以新北市一天有4000到6000人发送失败。还有一寡资料写唔对的民众，拢走来卫生所改，基层的负担正大。这样子的一个不成功率，对我们的卫生所、对我们的区公所是多大的负担？另外还有呢，有一些民众他在填完了以后，他后续想要再加资料，那中央也说，那你们去找卫生所，所以这些全部连成功的都要回来再改资料。像永和卫生所，最近1礼拜报警就报6、7遍，拢是因为民众对工作人员大声喝休，或者是情绪控制不了。我们分局目前已针对辖区卫生所等机关来加强巡守的勤务那请前往洽公的民众来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系统的问题，卫生所人员是一项一项伫咧修正。但论手讲，希望中央赶紧优化系统，若无即个来加重工作人员的工作量。而且也讲，民众若是无顺利写唔到资料，会当伫咧24点钟内到原本的网站修改，不过即个来会当改1遍。记者综合报道。咱的本土疫情特别进入高峰期，惊校园失控。
台北市长郭文哲第3天已经宣布，台北市高中以下5月23后礼拜一开始改用线顶上课，上1礼拜。若高中3年啊，甲国中3年学生是直接停课，停到毕业典礼。目前新北市无要对咧做，也是照常去学校上课。本土疫情要持续咧增加，全台湾已经有超过98000个学生确诊，国家预估疫情高峰真有可能伫5月底至6月初。这嘛，互学校敢是爱停止实体课程，受到大家关注。既然实务上，你知道哦，我们请防疫假的学生就已经2万人了，所以干脆这样，下个礼拜开始，你知道哦，国小、国中、高中，你知道哦，我们就在实施远距教学。但是这样的哦，有需要到学校来就来，授权每个学校自己决定。台北市校园线顶上课的规划今嘛出来啊，鼓励各校啊、国中、高中5月23至27。这1礼拜用线顶上课，高中3年啊，甲高中3年啊，为5月23开始到毕业典礼前1天，拢用线顶上课。甲台北市的方案来比，新北市目前也是依期现状。新北市从一开始到现在，就采取高风险跟低风险的判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用授权跟弹性的方式来面对，跟家长做好充分的讨论跟沟通。根据学校疫情的变化，各县市停课因应的方式嘛无同款。可比桃园市高中3年的学生，5月14开始停止实体课程1礼拜，学校甲补习班嘛同步采取线顶上课。若新竹市甲苗栗县高中3年的学生，是用线顶教学到5月20。另外，高雄部分地区嘛有做调整。那针对短期疫情上升的部分，我们决定从学校跟幼儿园的部分是从礼拜1到礼拜3。我们全面采行居家远距教学。另外，高雄市教育局进一步表示，各校啊、国中甲高中，向热进前拢会当采取伫咧厝内线顶上课，希望会当甲这波疫情压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在咱做伙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开始，南边的云系会刷过来，落雨的范围会变较宽。拜六黄酸雨方面就会到位，未来1礼拜可能拢是落雨天。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的水汽会小可增加，南部、东半部各地山区规工拢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中伫东半部恒春半岛、红头树、绿岛、爱西日，今仔日有可能会上大雨。今日日是高温嘛有小可降低，高温是大约26度至29度。嘛要提醒乡亲，今仔日伫西半部共款到大蒙，塞车出门就要小心。另外，明仔载拜五开始，水汽会变搁较济，南部、东南部雨水会较高。拜六的是黄酸雨方面就会到位，挖进咱台湾，天气会变作无稳定。伫遮方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东半部、恒春半岛爱说是上大雨，但雷公、强阵风甲强降雨。来关心联合国世界气候组织。18表示，第18有表示，根据2021年全世界的气候报告，目前海水是26000年来上升的时阵。因为海水吸收大气内底的二氧化碳，产生化学变化，深海会致使海洋暖化速度变搁较紧。冰河扬起啊，随过去10冬，海平面已经提高4公分半。对画面中会当看到北极浮冰扬起的情形。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所出版的2021全球气候状况报告内面讲，温室气体浓度上升，造成海洋暖化、酸化加海平面上升，去年拢创新高纪录。And we have broken record in ocean acidity, which is a long-term threat for several ocean ecosystems like corals. We have seen glacier melting to continue, which is contributing to the sea level rise that are reported, and especially the Greenland and Antarctic glaciers are having major impact on sea level rise. 世界气象组织18讲，即卖海洋是至少26000年以来上升的时阵，因为海洋吸收大气内面的二氧化碳，产生化学反应。深海和海洋暖化速度变搁较紧，南极的冰河扬起，造成过去10年之间海平面上升4.5公分。若是暖化严重，英国医学期刊这个诊所发表的全世界健康的研究，敢若2019年各种污染造成全世界900万人死亡，其中中低所得国家上严重。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is broken and bringing us ever closer to climate catastrophe. Fossil fuels are a dead end, environmentally and economically. The war in Ukraine and its immediate effects on energy prices is yet another wake-up call. The only sustainable future is a renewable one. We must end fossil fuel pollution and accelerate the renewable energy transition before we incinerate our only home. 世界气象组织也强调，人类的活动正伫咧对陆地甲海洋产生全球性的变化，造成生态系统有害加长久的影响。2021年全球气候状况报告也讲，伫咧过去7年是有记录以来史上上热的7年。极端天气已经造成几多千亿美金的损失，也造成真侪伤亡，而且今年也会继续受影响。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美国《华尔街日报》有报道，讲3月1日，中国东方航空飞行机失事，美国的官员根据飞行记录器研判，即马那亲像是有人挑故意害飞行机摔落来。来看《中国时报》，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拍算甲福岛电厂内底的核废水排入去大海。昨昏有通过日本原子力规划委员会的认同，讲安全无问题，通过审查。这等于是这一项决定已经摕到日本官方的同意。来看《联合报》，交通部伫昨昏搁一摆邀请台铁劳资双方召开台铁公司化这项议题协调会。对下晡开到半暝，因为工会即马冒发起第5日制，搁定假日，因要依法休假，唔加班。即马只剩2礼拜啊，交通部头壳是冇咧烧，是希望讲会当量早化解5日制这危机。再来关心乌克兰的司法部18胜利战事以来头一战战争罪，21岁俄罗斯的阿兵哥有当庭认罪，不过伊律师对起诉的内容有意见。那伫同一天，俄罗斯的国防部嘛有流出一段影片，影片的内容是导航的乌克兰阿兵哥带因治疗的画面。不过外界即马对这段画面是真的也是假的，无法度查证。俄罗斯21岁士兵西西马林被指控杀害无武器的乌克兰百姓，伊向62岁夏利波夫的头开枪，被害人的看守就坐在这片玻璃边啊。Чи ви визнаєте себе винуватим в вчиненні даного кримі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опорушення? Повністю? Повністю. Не відмовляєтесь від дачі показань? 西西马林可能因为战争罪加有谋杀人罪判无期徒刑。 Суд може сприйняти це як пом'якшуючу обставину. Це буде залежати від того, наскільки суд сприйме щирість цього каяття і щирість цих дій. Шишимаріна в цьому автомобілі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після моменту пострілу. 伊是2月2日入侵乌克兰4天后，伫东北部苏米的舒帕基夫卡村，拄着骑脚踏车经过夏利波夫，伊甲车窗摇来，向夏利波夫的头开枪。 Виновным,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себя признал, он прочитал обвинительный акт, согласился с с тем, что там изложено. Но опять же,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не понимает, как я уже говорил, у меня ест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возражения к тому, что там изложено. 俄罗斯国防部18发布影片，耶稣钢铁厂导航的乌克兰士兵正伫咧接受治疗。外界无法度确定因是毋是伫咧自由意志之下发言。在此之前，俄罗斯讲，这礼拜伫咧耶稣钢铁厂有959位导航的乌克兰士兵，其中有80个人受伤，正伫咧蹲咧此刻的新耶稣四个店接受治疗。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驻乌克兰的大使馆因为战争的关系，已经关超过3个月，不过大使馆伫昨昏重新开放啊。来关心中国北京疫情是真热烈，即马已经有超过100个地铁站封关起来啊。另外 WHO 有警告讲，中共已在北韩的疫情扩大，安尼恐惊会出现新的变种病毒。 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明仔载要来亚洲访问，会去访问南韩甲日本。美国即马有超过1半的参议员是呼吁拜登要甲咱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架构。来关心美国南加州台湾长老教会发生枪击案，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咱台湾的长老教会甲台湾教授协会伫昨昏有出面谴责暴力，嘛呼吁政府爱严格清查对中国统派团体的补助，嘛爱禁止因入境咱台湾。那凶手周文伟已经互美国的以谋杀罪来起诉，总共罪名有成立，安尼上当会互判死刑。
大家额头向15伫咧美国南加州监管台湾基督教会勇敢用肉体当枪子牺牲性命的陈达志医师表达上深的敬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总干事甲台湾教授协会代表等人伫咧台北济南教会开记者会，谴责暴力。今仔日爱指责的，毋是个人，是咧讲这个暴力，这个行为。听赢过暴力，爱看见毋望。台湾人伫外国，因为伊要受到大使馆的保护，所以常常受到这中国人的欺负。其实美国的主流社会已经高度在重视的啦，因为它引发的效应不只是在政治，而且包括在各个层面、社区族群所有的层面当中都已经影响到了大教会也提出5大诉求，呼吁外交部禁止中国统一促进党的成员入境，全面清查统派团体补助，阻止境外势力，也爱减办暴力行为。行政院、立法院应该加速立法，对外国代理人危害台湾的民主自由应该加以防范，赶快把条文拟好，来加速维护我们台湾的安全。这件枪击案，美国向政治动机、仇恨攻击来调查。当局检察官也表示，枪击案的凶手周文伟会以谋杀等罪起诉，真若罪名成立，法院上当会当判死刑。记者阿敏珍、曾派文台北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国民党已经决定要征调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去参选年底的桃园市长。这是互原本已经宣布要参选的李玉玲甲罗志强都真无欢喜。另外，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嘛有伫面册写文章，伊讲伊尊重党中央，伊嘛配合张善政。也若民进党这边，因为即阵疫情较吃力，因是讲会等到疫情稳定了后，才会决定要派相出来选。看张善政手大声发动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讲，伊比啥物人拢更较希望张善政会当选调桃园市长。朱立伦甲伊懊恼讲，伊有科技甲产业的背景，嘛做过行政院长，是上届适合的人选，嘛特别强调党内团结的重要性。我先谢谢，包括吕玉玲同志，包括罗志祥同志，我要拜托所有的党员同志，民进党希望看到我们乱，希望大家都能够团结起来，让桃园赢。不过，国民党秘书长吴建定承认讲，党中央事先无甲因联络，李玉玲发新闻稿讲，无法度接受这种向上宣布的方式。朱立伦甲党中央爱有一个会当互人接受的讲法，也若后一步还阁当伫谨慎来思考。另外，罗志强是伫咧人面册讲，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伊是惊一条，心内感觉是真复杂。人的心是肉做的，伊无想要伫这个时阵当作无代志共款，伊需要安静一段时间，好好来思考。张善政讲，会赶紧拜会李玉玲甲罗志强。我会用最快的速度、最诚恳的心，向他们虚心请教。希望他们能够助我一臂之力。针对国民党派出院长级的人选，桃园市长郑文灿讲，民进党嘛派出上届有力头的人出来选。更多的重要的人才投入桃园市长选举，基本上对桃园是好事。民进党的阵营也一定会推出最好、最强的候选人。事实上，进前民进党秘书长林锡尧都已经讲，包括台北、新北、桃园这3个所在，因为疫情长期的关系，会等到疫情较长好了后，才决定要出来竞争的人选。记者综合报道。年底选举，国民党伫花莲即马嘛要提名现任的花莲县长徐金伟，也有台东县长姚庆玲继续竞选连任。那民进党这边这2个县市的人选，目前是讲也咧找上适合的人出来选。随着年底县市长选举是愈来愈晚，国民党中常会确定提名花莲县长徐正伟、台东县长廖庆玲来参选连任。只要党主席朱立伦甲2位县长来施信，希望因能连任成功。真为恳请，也希望我们再一次得到地方乡亲的这个共同支持，能够顺利来连任。十分荣幸，庆明能够再一次代表中国国民党参选台东县长。对于东台湾这2位最优秀的女县长，我们予以热烈的掌声，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在民进党方面，花东属有困难的选区，伫花莲县长连选方面，基层希望总统府发言人古拉斯来参选。另外，台东县长连选包含立委老调和加前立委赖坤成拢有意来参选。民进党的台东县长候选人是以征召方式产生。如果选队会评估我是一个最强、最适当的代表民进党的候选人，我会勇于承担这个责任。我还是希望说，党中央尽快的可以来定案。我为了表达我自己在争取这次县长的一个强烈的欲望，我决定请辞基金会董事长这个职务，回到台东积极来部署选战。讲到选战的布局，民进党发言人谢慧芬表示，选对会加工作小组有望继续进行定选作业，会推出上届适合的人选来争取选民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继续关心65岁以上的民众，总共快筛阳性，即马会使直接算作确诊，会当开抗病毒的药啊。高雄伫昨昏就启动基层诊所的照护方案，另外台大病院昨嘛伫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有设大型的疫病门诊。若伫台中，即马嘛有设亲自免路车做 PCR 的服务，一抓路就当采检，互医生看甲摕药啊。医师徛伫门口问诊，若评估民众有呼吸道这医师症状，就马上来检查。高雄18启动基层诊所照护方案，一站式服务。65岁以上的老人、伫厝隔离、伫厝检疫，也是自主防疫期检查阳性民众，应直接伫抗病毒药物合约院所看诊，条件符合应开处方，摕到口服抗病毒药物。只要符合3类人或65岁以上的长者，他快筛阳我们直接看确诊，我们就。当然，他就是不符阳性个案，我们就是在外面问诊，他评估说他不符合给予抗病毒药物。老人一旦确诊，转重重症机会也较悬。为着让老人经由早期的治疗，可以药啊预防重症。除了高雄，台北相关规划，让65岁以上老人快速检查阳性，应就近到医疗院所，请医师评估可以药啊。以台大为例，会分流到一边的问诊进行医用的检查，经过医师人员确认阳性就是确诊，应评估使用非水抗病毒口服药物。当然，这要考虑到病人过去用药的一些病史，那有没有一些风险的情况？那另外有没有一些药物的交互作用？那如果都可以确认，那我们当场就可以给药。那老人疫情清关，和各地囡仔确诊数也继续增加。台中伫中国医学大学这8大病院，户外开设亲子的德莱斯，以独立动线，和确诊的囡仔甲陪同的家属接受 PCR， 并且问诊可以药啊。18早起就真侪人伫排队，90%都是在3天之内症状自己化就会慢慢缓解，所以只有10%有可能会有症状。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家长都能有一个好的家庭医师，好好来跟他们做一个询问。烦恼囡仔确诊，和家长是真烦恼。不过医师认为，大型的病院是最后一道防线，呼吁家长若囡仔确诊，应先甲家庭医师来联络，尽量避免直接甲囡仔带到大病院，来确保大型医疗院所的医疗量能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即阵本土疫情继续在滚价，嘛大影响餐厅甲店头的生意。经济部即马是有推出餐饮业行销补助，伫6月15之前，业者通申请行销的补助，上济会当申请5成。也毋过，真济小食店拢讲这政策看有食无啥路用。疫情持续伫滚价，伫店面食饭的民众是减真济，严重影响餐饮业的生意。经济部为了减少做食业者受到疫情的冲击，宣布开办餐饮业行销补助。做食业者伫6月15之前，若是提出优惠促销，或者是行销广告，就会当补助5成。有开发票的店头，上济会当补助10万块；若要开统一发票的是2万块。不过有部分小食店认为讲，申请的流程真复杂，所以意愿并不高。要什么方案我们也不知道啊。对啊，我们也不会写啊。对啊。哎呀，我觉得我是不会去申请的。直接补贴也许会好一点，因为我们都有营业登记，都有商登，那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很复杂，所以我们年纪大不想麻烦了。民进党立委早起举行记者会，替小食店发声。因认为讲经济部推出的餐饮业行销补助，看落敢若袂歹，不过这欠缺行销资源的细间店头，恐惊是看有食无。呼吁经济部直接发现金补贴，较直直直路。你如果是小吃店，你会花4万去行销吗？然后跟经济部申请2万元吗？其实这真的是很困难，你可能看不得到吃不到。
我们希望第一个钱要花在刀口上，第二个要让如何有需要的人拿到这个经济部实质的补助。针对这点，经济部回应讲，这个推出的补助是希望会当振兴，还有协助做一个店头会当转型。用行销补助的这个方式，我们是希望协助餐饮业者，他能够就是说在这个疫情，就是在跟疫情共存的这个情况之下，面对这样的一个冲击就是维持它一定的客流量。经济部表示，去年经济部提出纾困方案，确实是救急的补助政策。今年疫情甲去年无同款，即马是要甲病毒共存。记者综合报道。电风风上头，镜头来屏东，早期伫屏东落堆的客家妇女，拢会晓热300条这款头模型。即摆为着要找出这项传统，屏东县政府甲基职教育合作，要甲客家女性热头章的这款形式撇步，全部拢记录落来，希望会当个展现客家妇女独有的美学。两把就是前后各分出一束。最后又绑成一把。屏东落堆是台湾南部上大的客家庄，早期的客家妇女每一个拢热300条这种头模型的绝技，但时代演变已经差不多强要失传。屏东县因此办理基种互换计划，甲美和科大合作，结合基职教育，望把这项文化保存下来。这个发髻其实它应该是我们客家女子的女性的一个本能，因为不可能平时都是披头散发的，所以一定会把头发盘起来。它应该是一个生活的日常，也是一个美学。为着要呈现客家300条的风采，美和科大美容系师生现片早期文书甲相片，一项详细记录。对头毛的分辨、掠索、拔法，拢写做一部说明书，佮录制教学影片，训练出10几个学生。现流热、现流白，展现出对1到300条的头模型。那为了呢，让我们客家记忆，就是原来生活里面的记忆，然后呢，在它可能在书字的这个技巧上面的记忆，那么留下一些的部分，可以让我们未来的年轻人可以延续这样子的一个技巧技术。所以呢，我们设置了这个 SOP 的流程说明书。除了搭配蓝衫，可能会想搭配旗袍。对，可能虽然可能文化不太一样，但是就是也是搭配起来比较气质的那种复古。对，有气质又复古。屏东县府客家事务处长陈丽萍表示，随时代甲生活形态改变，真侪客家印象文化拢渐渐消失。古早真卡的手机若阁失落去，就干那会当对旧相片来了解。政府即届推动基种互换计划，减办基价工作坊，就是望吸引众人做伙来了解客家文化，将文化的水继续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新竹新竹县竹东的小儒祥艺术园区，是永早画家小儒祥大的所在。拢总有5栋日本式的建筑，嘛请真侪游客介意穿日本衫来遮翕相。最近园区内底有举办画家嘅展出画家嘅作品，而且佫有因日常生活用品。来到日本风格小儒祥艺术园区，袂输敢若来到日本。内面总共有5栋建筑物。有真侪来遮耍的人专工穿日本衫伫咧翕相。因为这2、3年大家不能出去的时候呢，来这边呢都是一个日式的宿舍，所以走到这边穿着浴衣，让我好像秒到日本去旅游的感觉。园区现在呢，在每一年也就是会配合小老师的诞辰，然后来做一系列的活动，所以在整年度呢，在园区里面都有安排了每个节日不同的活动的展出。小儒祥是台湾重要的前辈画家，作品主要是水彩风景。早期伫咧当地学校教画图，培养后辈，真受当地人尊重。园区内除了展出老师的作品以外，也有伊过去画图的工具加生活用品。萧如松老师呢是1922年出生，他是在大正11年出生，然后呢他是台湾美术史上第2期非常重要的一位水彩画家。在园区里面啊，经常可以看到萧老师的学生回到园区来，然后他们带着一个很敬畏的心情，来很骄傲的跟我们说，我是萧老师的学生。自日本时代保留到即卖建筑物，一个规庭内面的花草。每一个所在拢充满艺术的气氛，其中有一寡空间，即马是半户社区民众上美术课，
希望和前辈的艺术精神继续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和新北市登录做不形文化资产南管新金珠剧团，主要是咧推广高架戏。除了因伫学校巡演，嘛有亲入社区去教课。亲像因伫彰化就有几哪个社区有课程，若真侪社区的妈妈一学就已经是10外档，嘛已经正做剧团演出固定班底，嘛咧传承这项戏剧。但细你，以我打点走，水，快落落去打。对老师调整脚步姿势，中华南北馆音乐戏剧馆上高架戏的社区妈妈，普遍拢5-60岁啊，但因也是真认真咧学。伊甲你讲到这个包进入回来，你这是一半是真惊吓吼，包进，目睭瞪大你一个。我拢冇咧困啊，剧本拢冇咧困，真正年纪愈来愈大，你硬背咱是无法度，所以咱是爱吼，就是慢慢啊安尼看。每一个人做认真的，所以伊哦，伊当家我分互因的剧本吼，人因拢做暗号、做记号，到倒位停，到倒位安那。一本册是画甲密密麻麻啦，因若摕来我看，我无法度通看，因为伊画甲安尼我看无啊。南管新金珠剧团自民国18年开始伫社区推广高架戏，嘛因为少年辈有学习意愿的人少，所以其实内底学员拢有年岁啊。虽然因但是嘛拢无基础，搁加因为高架戏真侪转上腔、分音等等，声调搁悬，学了真辛苦。毋过真侪人要是坚持到达。老师在唱啊，听老师在讲啊，而且那个词就很美，嘿，听，虽然不会唱，就跟着哼，然后就一直学到现在啊。有社区妈妈讲，练久感觉高架戏词足水的，加上这种戏足罕见，因拢真有使命感。即马这寡社区妈妈嘛正做剧团的班底，除了伫校园巡演，嘛对咧推广高架戏的文化，为传承斗骹手。记者林李玉凯综合报道。境外消息来关心防疫保单，即马理赔有出现争议。彰化保险业工会在保险的业务员就有发出声明，伊是要求金管会爱保护客户的权益。国内防疫保单的理赔争议不断，有民众接到投保的保险公司通知，针对中福投保防疫险的行为，会来甲退保。市场嘛传出有业者表示，即摆已经实施确诊者的同住者0加7免居家隔离，若有民众选择3加4居家隔离方案，会检查接种疫苗的记录，若主满3档一方写就无要赔。我收进来以后，我的核保规定突然改变，要收件的时候，你就要应该跟客户讲清楚啊。保险公司今年收进去的件还没有核保的，我们希望都要核保通过。理赔的程序上面，金管会能够拿出魄力。保险业务联合总工会嘛，伫17发声明，挺保护的权益，谴责拒绝协保的业者。在场的立法委员是批评主管机关金管会，这期金管会对保险业者拢无保。已经完整承保，你不能事后再跟他说退保费，这是不对的。哦，这个是我们昨天已经有要求业者一定要依照这个规定0加7的那个居家那个隔离的部分，或3加4这个部分，他资料上传，他拿到这个开立的整个隔离上面就是一个证据啦。你不能再去要求说人家还要去看你的小黄卡。在场立委批评保险公司即马是无甲金管会看伫眼内，要求金管会莫阁对业者道德可肯，要有实际作为来处罚。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万当语的使用范围包括台湾、中国、马来西亚甲新加坡。2019年，万当语的做国家语言，到在编列重点除了生活化，嘛有增加对话练习。也毋过根据统计，在使用这款语言的人口，伫马祖差不多有1万人，伫桃园差不多有5万。也毋过桃园完成培训的老师真少，所以未来拍算是要做直播用共学的方式。即马嘛有袂少家长讲因愿意加入演习来传承母语。晓到过马祖当机国小的头一节课，目当语马友华。老王，来哦，来哦。一礼拜一节的母语课，老师对学生1对1，是福利，嘛是挑战。
一个小朋友其实他是很无聊的，也没有抢答的乐趣啊，什么没有，所以就变成老师可能就是要稍微变化一下。麦当语的使用范围除了中国福州、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台湾的马祖、桃园甲新北拢有。台湾伫咧2019年甲伊列做国家语言，2022年9月开始正式列入国中、高中本土语言课。教材委员讲，教材上大的调整，除了爱生活化，也爱增加对话练习。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很多的爸爸妈妈半年已经没功了，都不会讲了，所以这时候要靠学校的老师。然后在学校虽然只有1节课。其实我们也是温水煮青蛙，慢慢的扎实弄的话，其实孩子会有所感。锣鼓喧天，这是代表马祖文化的高班角，伫咧桃园北调区的大成国小，麦当语课就咧上座。马友第顶游哩，就是掌握生活白慢，古板是第顶游哩，无古板，叫白慢都无语来了。大成国小是台湾本岛目前唯一本土课有在教麦当语的学校，学生大约50位。桃园因为地理位置甲历史缘故，对1979年台美断交了后，未少马祖甲中国人拢搬来这住。根据桃园市政府的统计，使用麦当语的人口，桃园占上多，有5万人，马祖占1万。桃园国小甲国中有麦当语需求的囡仔1500位，到今年4月份，因已经栽培16位合格的麦当语老师。当然，这16个可能无啥够，阮未来可以继续持续来培养。这教育部嘛是让利用这直播共学的机制，来服务更较侪想要学闽东语的囡仔。贝地里很多的乡亲也愿意你当我们的这个闽东语的新娘，他们也想说，那他们也要为自己的母语也要尽一份力。未来要安怎伫咧日常生活加增加使用麦当语的机会，是大家爱斗阵打拼的。记者阿敏珍、李有水、曾派文、马祖桃园报道。检查美国的国会召开54冬来头一届不明飞行物的听证会，有2个国防情报官员因就表示，过去这20冬来不明的飞行物通报加真侪，若真侪拢已经超过会当解释的能力范围。不过因即嘛唔敢讲，这怪奇的现象敢是外星人。Has observed a spherical object, and as they fly by it, they take a video. You see it looks reflective in this video, somewhat reflective, and it quickly passes by the cockpit. 美国海军一只 F-18战机去年伫训练的时阵，翕到一粒圆圆的物件，为驾驶的窗仔边飞过。这个真神秘的现象，国防部嘛无法度来解释。根据去年政府的报告，从2004年以来，美军的飞行员观测到140多件不明的飞行物，或者是不明空中的现象，也就是 UAP。海军情报局副局长布瑞17日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小组听证会表示，新成立的国防部任务小组有登记到这类不明的事件，已经增加到400件。布瑞表示，通报看到不明飞行物的数量有增加，是因为军方想要消除相关的事件，防作恶的情形，所以鼓励飞行员做通报。嘛，因为科技愈来愈进步，不明的现象会当利用科技来厘清。亲像海军英国伫美国西岸翕到空中有几个三角形的物件咧死，真侪年了后才证实，这是甲当地无人机的系统有关系。这个三角形是因为光线透过夜视镜，去互单镜反光卡梅拉记录落来的结果。不过有的还是找无答案。We have not had a collision. We've had at least 11 near misses, though. 不明的空中现象可能会影响飞安，甚至是国家安全。这场美国半世纪以来头一场有关不明飞行物公开听证会，伫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反情报甲反扩散小组委员会举行。除了安全的议题，2个国防官员讲话是真谨慎。因讲毋捌试过去甲不明的飞行物沟通，嘛无相关的证据，所以袂去假设推测因是为别个星球来的。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印度甲巴基斯坦最近受高温的影响，真欠水，农作物嘛种袂活。巴基斯坦即马有专家就真烦恼，收成减少会造成粮食无够。若伫印度有的所在是热翕翕，也毋过伫印度的东北部，却伫落大水雨做大水。大雨甲路淹了，这村庄4个拢是水，有村民冒险受水捡物件，非常危险。
印度东北阿萨姆地区拜二落大水后，造成部分的村庄和大水拢淹了，对外交通被切断。在政府紧急救援队到位进前，当地民众只好家己开抢人船，将村民救出来。हाँ पानी तो बहुत ज़्यादा बढ़ रहा है अभी हर घंटा में पानी बहुत स्पीड बढ़ रहा है अभी उसमें ये निगानी मुख और बिन्ना खंदी डेकोरा उसमें बहुत मन फंसा हुआ है अभी भी 印度东北部落大水后成灾，不过其他所在却是真大可化无水，爆发欠水危机。对新德里到中部城市普帕尔，真侪民众每天拢爱灌水来过日子。यहाँ पे 6-7 दिन हो गए पानी नहीं आ रहा बिल्कुल पानी नहीं आ रहा मतलब बीच में थोड़ा सा आया था एकदम गंदा पानी आया था जो किसी काम का नहीं था पानी 相关的情形也发生在隔壁巴基斯坦东部地区，高温可化造成当地一寡河甲湖拢打了了，唔但人类无水通用，农作物也有动物也受到冲击。在圣德省沿看一寡绿岛四界找水啉，在当地农民所种的柠檬也有山野、辣椒这作物，唔是拢打起就是袂大，严重影响这个收成。अब जैसे हमारी मिर्च थी 3 साल के अंदर अंदर जो 80% पूरे मुल्क का पैदा करता था आज अगर 3 साल पहले जो थी उसका आज इस करंट ईयर का मैं बता रहा हूँ कि 20% भी मैं ज़्यादा कह रहा हूँ इससे भी कम है लेकिन जो लगाई है लोगों ने उसको भी इस तरीके से अभी ट्रांसप्लांट किया है मिर्च को कि पता नहीं होगी या नहीं होगी 环保人士烦恼，2年前非洲南部发生严重的可化，造成动物大量来死亡，囡仔也巴肚无度读册，噩梦真可能在巴基斯坦来发生。इस वक्त मुआश इसका लाइवलीहुड और इस वक्त लाइफ थ्रेटनिंग सिचुएशन क्रिएट हो रही है इमर्ज कर रही है अगर इसको इसी वक्त नहीं एड्रेस किया गया तो ये बहुत बड़ा एक डिलेमा की शक्ल में आ सकती है तो आपने मुख्तलिफ जगहों पे फेमीन का नाम सुना होगा कहत होता रहा है जैसे अभी हमने कोविड से हम निकले हैं और अब हम कहत में चले जाएं तो ये बहुत ज़्यादा ख़तरनाक है 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再来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仔日水汽会小可增加，啊，那明仔载拜五开始水汽会变个较济，南部、东南部雨量会较高。拜六的是黄山雨方面就特别挖进咱台湾会较贵，全台湾拢会落大雨，尤其伫东半部、恒春半岛爱细致上大雨。再我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有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是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是26度。外岛的温度是18度至25度。再我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将请平安顺心，咱再会。